喺香港買樓係計實用面積，喺大陸大灣區買樓調返轉係計建築面積嘅。咁仲有套內建築面積、公攤面積呢啲官方地產術語，同香港嘅定義係有少少出入㗎。今個視頻我同大家慢慢解釋下。嗱，溫生唔緊要，我慢慢同你解釋。有條核心公式，好容易明白嘅啫。建築面積等於套內建築面積加上公攤面積。喺落訂前一定要搞清楚，如果唔係，好容易會買錯樓㗎啦。建築面積就係我哋真金白銀同發展商買，住喺房產證上嘅就係建築面積啦。建築面積包含兩個部分，就係套內建築面積加上公攤面積。套內建築面積即係實際到手能夠使用嘅，能夠擺放家具、俾人活動嘅面積，再加上套內牆體面積，加上陽台面積。而陽台面積可能係全贈送或者計一半嘅，喺落訂前都要了解清楚嘅。公攤面積就係全個屋苑嘅電梯井、管道井、樓梯等等嘅公用面積，按照住每間屋嘅面積比例攤分俾每個單位。公攤面積可以比喻為我哋買大閘蟹嗰時嘅鹹水草啦，買蟹嗰時稱埋俾你，唔買又唔得。有冇搞錯啊，老闆？你綁蟹嘅鹹水草仲粗過我隻手指公喎！唔怕，將套內建築面積除以真金白銀買住咗喺房產證上嘅建築面積嚟做分母，就等於得房率，類似我哋香港叫嘅實用率。得房率喺大陸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買樓嘅參考指標，佢能夠衡量你每俾咗100平方米嘅錢，實際能夠得到多少平方米面積嘅比率，低過80%都係唔理想嘅。越接近100%就越理想。今日嚟到珠海嘅高檔新區十字門，對面就係澳門啦。咁華發呢個產品簡直係一個收租神器嚟嘅。咁華發呢個收租神器好多細單位選擇嘅，以最細單位53平嚟計，500零尺，佢個總價都係120萬嘅啫。咁如果做按揭100萬，咁月供係4300，但係華發佢係會白紙黑字同你保證每年3.5% 嘅租金返租收入。咁你喺按揭嗰度都係補翻800蚊一個月左右嘅差額。咁你會問，今時今日仲講返租合約，有冇揾笨㗎？可能係有，不過呢度同你簽約嘅租客係華發國企。咁我哋而家跟攝影師周圍睇下。
我係美聯物業嘅 Martin，一個已經移居咗大陸14年、長駐珠海嘅香港地產代理監管局持牌 agent。如果你哋需要更加多大灣區物業嘅資訊呢，請加我屏幕下邊嘅 WhatsApp 啦。請點讚同埋訂閱，咁 Apps 就會 send 個下次新片俾你哋㗎喇。下次新片見啦！